喺美國大獎賽之後 ，F1 再次陷入緊張氣氛。呢場比賽唔單止改寫咗世界冠軍嘅走勢，仲令原本一路穩定領先嘅麥拿倫陷入前所未有嘅危機。Max Verstappen 憑住幾乎完美嘅表現，再下一城贏咗今場冠軍，仲重新入返冠軍戰線。今次就會同大家一齊睇下 Red Bull 點樣喺暑假之後華麗翻身，麥拿倫點解由領先變成危機，同埋世界冠軍爭奪戰況究竟有幾咁激烈。而究竟世界冠軍嘅天秤係咪已經再次傾向 Max 呢？不過開始之前，如果你仲未 follow 我個 channel， 就記得 subscribe 啦。事不宜遲，即刻入正題。由 Spring Race 開始 ，Max 已經展示出 Red Bull 久違嘅穩定節奏，仲贏埋 Spring Race 冠軍。去到正賽排位，佢再順利拎到 pole， 正賽起步仲好完美，第一個圈已經同後面拉開差距。中間雖然有遇上輕微過熱問題，佢都冷靜應對，一直 keep 住穩定節奏，全場冇犯過明顯錯誤，入 pit 策略精準，最終以接近8秒優勢衝線，連埋 Spring Race 個冠軍。佢今個週末全取最高積分，對 Max 嚟講，呢一場勝仗一定係意義非凡。佢唔單止追翻同前面嘅積分差距，更加用行動宣示 Red Bull 嘅重申。上場比賽佢仲落後緊63分，我都認為佢已經等於退出冠軍戰。但呢場之後，差距縮窄至40分，仲有5站未鬥，加埋之後仲有2場 Sprint 嘅額外積分，理論上仲有141分可以爭。以 Max 嘅節奏同 Red Bull 嘅聲勢嚟睇，佢完全有可能上演一次王者歸位式嘅逆轉。而更加重要嘅係氣勢，冠軍戰唔單止睇數據，仲要睇心理。過去3場 Max 都明顯愈戰愈強，由季初連頭3名都未必場場拎到，到依家連續5場正賽都恢復返舊 Red Bull 模式長距離穩定節奏。相反，麥拿倫2位車手就開始動搖 ，Oscar 由連續贏變成連續失誤。Lando 雖然比 Oscar 穩定拎分，但係佢就缺乏突破贏比賽嘅能力。呢場勝利唔單止係 Max 嘅個人反擊，而係 Red Bull 整體體系嘅全面復活。呢隊曾經無人能敵嘅冠軍車隊，喺今年上半年陷入技術樽頸、空氣動力效率下滑、團隊信心崩潰等等多重危機，甚至一路都俾麥拿倫完全壓制。好多人都認為 Red Bull 嘅統治時代正式結束。但佢哋用美國站呢一場乾淨利落嘅勝利，向世界宣佈佢哋正式加入返冠軍爭奪戰。回顧今年 Red Bull 個低潮期，佢哋問題主要集中喺2方面：第一係 RB21底盤嘅熱平衡唔穩定；第二係風洞數據同實際表現出現偏差。由於新版本底板太過依賴極低車身高度去產生地面效應，一旦溫度高過預期，氣流分佈就會失衡，導致抓地力好飄忽。呢個問題喺摩納哥、邁阿密呢類街道賽特別明顯。Max 曾經喺 radio 好燥咁講話，根本唔知部車下一個彎會係咩反應。為咗處理呢個問題，技術總監 Pierre Wache 親自領導一個熱模擬小組去重新調整底板結構。根據小道消息，新底板用咗一種分層導氣設計，令氣流喺高溫之下都能夠保持穩定，減低咗過熱導致嘅氣壓波動。美國站就係新設計第一次完整上陣，而結果幾乎完美。Max 嘅平均圈速穩定度比上一場提高咗0.38秒，成場都冇出現過底盤過熱警告。除咗技術層面， Red Bull 嘅另一個成功關鍵係團隊心理重建。經歷咗今年內部爭議、管理風波，甚至人事變動之後， Max 同工程師 GM Piero Lambias 重新建立咗絕對信任。喺美國站中段一度出現輪胎壓力過高警告， Lambias 問 Max 要唔要轉 Plan B，Max 只係答咗一句：我信你，你話點就點。呢句說話代表嘅唔單止係冷靜，而係 Red Bull 重新有返當年一體作戰嘅默契。更值得一提嘅係 Max 自己嘅心態轉變。喺上半季，佢不斷表現出唔同程度嘅不滿，會埋怨剎車感覺、底盤設計，甚至喺訪問暗串車隊決策。但進入咗下半季之後，佢嘅態度出奇咁沉穩。訪問入邊話唔需要奇蹟，只要揾返節奏。呢種成熟冷靜，正正就係冠軍殺手最恐怖嘅狀態。當佢唔再用憤怒推動自己，而係用技術同節奏壓制對手，意味住佢真正返到頂點。麥拿倫今季原本穩坐龍頭位置，開季頭8場比賽有5場攞到冠軍，好多人一度以為可以提前鎖定年度雙冠，但去到美國站之後，危機徹底爆發。Lando 雖然最終都拎到亞軍，但過程就顯得力不從心，開局就俾 Charles 用軟胎成功突襲，去到第51個圈先喺 DRS 幫助搶返個位。當佢終於追返上第2嘅時候， Max 已經拋離佢，差距超過8秒，仲要得返5個圈，連威脅都稱唔上。呢場比賽某程度上揭穿咗 Lando 嘅弱點，節奏強但係缺乏侵略性。喺1對1攻防入邊，佢仍然唔太掌握到精髓，又怕冒險去搏入彎位置。相比之下，我哋好熟悉嘅 Max 就每一個進攻都乾脆利落，而 Lando 就會用好幾次嘗試，都未真係做到有效進攻，甚至會選擇觀望，導致最佳時機錯失。賽後佢自己都好坦白講，佢有速度，但未夠果斷。
呢句話其實正正道出佢最大問題，缺乏冠軍氣場。另一邊廂，Oscar 嘅狀態更加令人擔心。呢位被視為新世代領袖嘅年輕車手，放完暑假之後，明顯陷入低潮，喺美國站排位竟然得第6，正賽仲要全程俾咸美頓壓制，無論係直路速度定出彎節奏都好似不在狀態。佢喺 radio 入面多次表達對架車平衡唔滿意，但工程團隊又冇提供明確方案，最後只係得第5。呢個成績已經係佢連續第3場表現下滑，由季初連續上頒獎台，到依家冇晒節奏，就嚟信心都冇埋。呢個轉變大到都幾得人驚，更加嚴重嘅係心理影響。作為今季積分榜領先嘅車手，Oscar 而家開始承受被追趕嘅壓力，而佢似乎唔太應對到。媒體訪問嘅時候，佢嘅語氣由以前嘅沉穩自信轉為謹慎，連車隊內部都開始討論佢需要心理教練協助穩定心態。對一個第一次做世界冠軍榜首嘅年輕人嚟講，呢種壓力其實遠比外界想象中更加大。另一方面，麥拿倫管理層堅持維持平等競爭政策，冇1號車手。呢個決定本意係想鼓勵內部良性競爭，但事實上變成雙刃劍。兩位車手近呢2場都多次喺賽道上正面交鋒，新加坡嗰次擦過已經敲響警鐘。美國站 Spring Race 直情雙退賽，雖然唔係因為爭位而撞車，但就係因為冇1號車手，令到兩位車手更加想爭贏對方，浪費咗寶貴積分。呢個平等競爭政策表面上係自由戰術，實際上係缺乏明確方向。有傳聞指麥拿倫內部出現咗微妙分裂，技術團隊偏向支持 Lando， 認為佢更加有經驗，而管理層就希望長遠投資 Oscar 呢位年輕核心。兩股力量互相拉扯，令車隊決策層喺關鍵時刻左右兩難。呢種表面和諧、內部角力嘅氣氛，而家吞噬緊呢隊車隊。再加上麥拿倫最近幾場連續幾次慢 pit stop， 而慢 stop 呢個問題基本上會出現喺第2個入 pit 嘅車手度，所以會出現入 pit 策略互相爭位。呢個問題已經直接影響到兩位車手嘅表現啦。相反 ，Red Bull 嘅決策就一目了然，所有資源集中喺 Max 身上，清晰、直接、冇爭議。呢種明確嘅結構令到佢哋即使遇到技術問題都可以快速應對。而麥拿倫就喺最關鍵時刻陷入自我矛盾，究竟應該全力保 Lando 定繼續壓住 Oscar？ 每一次猶豫就等於俾 Max 再行前一步。再加上心理層面，兩位車手都明顯受到媒體壓力影響。英國媒體開始以 Lando 命中注定錯過冠軍做標題，而澳洲傳媒就幫 Oscar 打氣，形容佢係澳洲下一位世界冠軍。呢種輿論無形中放大咗佢哋兩個之間嘅競爭張力。美國站之後 ，Lando 嘅訪問講咗一句，話佢哋一定要齊心，否則連頒獎台都會輸。聽落好似幾勵志，但其實背後信息就好清楚，車隊內部嘅信任逐步消失。Oscar 亦都好罕有咁，只係答一句要揾翻節奏。呢啲微妙情緒對比起 Red Bull 陣營嘅自信同專注，形成強烈對比。如果話 Red Bull 係一隊以勝利為唯一目標嘅機器，咁麥拿倫而家就好似一個唔知想要乜嘅天才少年。佢哋有速度、資源同潛力，但欠缺一個統一意志。當兩位車手都覺得自己先係值得贏嗰個，就冇人願意犧牲，冇人願意做第2。對車隊嚟講，呢種唔輸得嘅氣氛，正正係冠軍戰裡面最危險嘅毒。目前世界冠軍嘅形勢正式變成3強鼎立。Oscar 雖然仍然以微弱優勢領先積分榜，但早前嘅霸氣已經明顯減退。佢最大嘅問題係喺壓力之下容易出錯。對比起上半季嘅佢，喺比賽節奏方面竟然做唔返一直以嚟成熟嘅穩定程度。相比之下 ，Lando 嘅表現相對穩定，每場比賽幾乎都喺前列，但就缺乏爭冠致命進攻。佢近幾場都冇贏過冠軍。雖然分數穩定，但始終冇辦法扭轉整體形勢。而 Max 就係佢哋3個之中追得最緊、心理最強嘅一個。隨住 Red Bull 車隊重新揾返節奏，佢個人嘅狀態亦都重返巔峰，展現出極強嘅氣勢。如果以而家形勢去推算，之後5站包括墨西哥、巴西、拉斯維加斯、卡塔爾同阿布扎比 ，Red Bull 一向喺高海拔同高溫賽道表現出色，好符合 Max 嘅駕駛風格。再拎埋最後2場 Spring Race 冠軍，積分差距有機會縮到10幾分。咁就好有可能會出現最後2站決勝負嘅場面。Red Bull 團隊內部亦都全面進入咗冠軍 mode， 工程部門每日進行多1倍嘅模擬測試。Max 自己亦都延長咗體能訓練時間。佢接受訪問嘅時候都講得好直接，冠軍唔會自己嚟，但佢會一步步追返上去。呢種冷靜決心正正係佢嘅致勝武器。而麥拿倫側重防守 ，Lando 就話要保持冷靜。但現實係佢哋嘅技術團隊已經陷入連續調整狀態，每場都要同 Red Bull 對抗升級節奏。假如佢哋喺巴西之前都冇表現，冠軍夢隨時一夜蒸發。換句話講，呢場勝仗唔只係 Max 嘅個人榮耀，而係成個冠軍局勢嘅轉捩點。呢一場美國站令 Red Bull 再一次甦醒，
而麥拿倫就由獵人變成獵物，接落嚟每一場都可能決定歷史。而 Max 有冇機會反級贏到第5次世界冠軍？答案將會喺幾個星期之後揭曉。但係有一點可以肯定，2025年嘅冠軍戰將會係近呢幾年嚟最戲劇性、最心理化嘅一場。你哋又點睇呢？歡迎留言講下你嘅睇法啦！最後記得撳 like 同 subscribe，我哋下條片見。